溫碧霞出生於香港調景嶺，係中國香港女演員、歌手。溫碧霞家中姊妹眾多，童年生活清苦。作為屋企嘅細女，佢冇得到偏愛，成家人住喺咁細嘅地方，阿爸又管得嚴，阿媽因為屋企窮到冇辦法，仲試過想將佢賣咗。呢啲事都喺佢心入面留低咗印記。咁艱難嘅環境令佢好早就有志氣，要靠自己令屋企人過得好啲。15歲嗰陣，溫碧霞喺銅鑼灣街頭俾星探發掘，原本想做服裝設計師嘅佢，就咁踏入咗演藝圈。原名溫碧玉嘅佢，之後就改咗用藝名溫碧霞。1982年，16歲嘅溫碧霞主演咗第一部電影《靚妹仔》，憑住艾琳呢個角色成名，仲提名咗第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。高起點令佢好快就得到業界關注。1984年同劉德華合作《停不了的愛》，成為愛情片當紅女星。不過片入面有啲大尺度片段，令佢陷入輿論爭議，艷星呢個標籤就跟住嚟。但年少嘅溫碧霞冇俾流言影響，決定暫時唔拍戲，返去學校完成學業。呢份喺名利場入面嘅定力，令佢同同期藝人唔同。1986年，溫碧霞憑住關錦鵬導演嘅《地下情》復出，之後又參演咗《胭脂扣》等電影，慢慢喺影壇企穩陣腳。當時香港電影圈拍戲環境好差，佢就轉去拍電視劇。1992年主演嘅《火玫瑰》成為佢演藝生涯嘅轉折點。劇中佢演嘅歐陽海潮由天真少女變成復仇者，相關劇情同場景成為港劇經典，造型都引領咗當時嘅時尚潮流。溫碧霞憑住紮實嘅演技擺脫咗花瓶標籤，海潮呢個角色俾觀眾熟知，佢都成功躋身一線女星行列。溫碧霞嘅演藝路唔係一帆風順。1996年，佢主演驚變想突破下，但因為片入面大膽鏡頭，又俾人非議3級片女星呢個罵名，令佢事業跌入低谷。就喺呢個時期，佢識咗香港富商何祖光。何祖光唔理屋企人反對，選擇陪喺佢身邊。呢段低谷期嘅相守，令原本對婚姻冇信心嘅溫碧霞慢慢打開心扉。2000年，兩人在泰國舉行婚禮。婚後溫碧霞主動淡出娛樂圈，將重心放喺屋企，但都冇徹底放棄演藝事業，而係選擇沉澱自己。2001年 TVB 版《封神榜》嘅邀約令溫碧霞重返觀眾視野。當時35歲嘅佢，曾經有人建議換人，但導演劉士余堅持用佢，因為劇組經費有限，佢演嘅妲己造型好簡單，一件吊帶衫貫穿40集。酒池肉林戲份入面，甚至只有塊破布遮身。就算咁，溫碧霞淨係靠眼神同表情，就完成咗妲己由天真到妖媚狠厲嘅轉變，令呢個反派角色得到觀眾認可。呢部豆瓣8.3分嘅作品，令佢獲得最美妲己嘅稱號，都幫佢打開咗內地市場，成為幾代人嘅共同回憶。婚後嘅溫碧霞始終冇放棄對演藝嘅熱愛，不斷嘗試突破。2013年，佢成立咗個人電影工作室，重拍處女作《靚妹仔》，以此致敬自己嘅演藝初心。2016年，佢擔任主演同監製嘅《愛在深秋》上映，憑住呢部片提名咗第7屆澳門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。2020年，喺《墮落花》入面演傅如雨，斬獲咗第8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，用實力回應咗外界嘅質疑。2024年，憑住《荒島美人魚》獲得第4屆亞洲國際青年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。2025年，佢零片酬出演歷史電影《731》，展現咗作為演員嘅初心同責任。熒幕之外，溫碧霞嘅生活簡單通透。早年佢睇到3家姐懷孕大出血，令佢對生仔心存恐懼。同老公達成共識後，兩人喺2010年喺內地收養咗孤兒何國倫，溫碧霞用陪伴履行母親嘅責任。此外，佢仲跨界創立咗個人服裝同紅酒品牌 Ironana， 將對阿媽嘅愛融入品牌理念。如今嘅佢已經年過5旬，狀態唔錯。從社交媒體發佈嘅家庭合照睇到，
佢同老公感情好好，養子陽光開朗，同家婆相處融洽，20年嘅豪門婚姻好幸福。由調景嶺嗰個清貧少女，到中橫演藝圈40幾年嘅藝人，由俾性感標籤束縛，到憑實力成為影后，溫碧霞嘅人生從來冇俾人定義。佢喺爭議中堅守自我，喺低谷中沉澱積累，喺幸福中保持從容，既喺熒幕上有精彩表現，又喺生活入面收穫咗安穩幸福。佢嘅人生軌跡就好似佢個名咁，平淡中自有光彩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